大家好，呢度係 Physics.City。今日就想同大家講下，如果你想做一個程式員嘅話，開始嘅時候有啲乜嘢要準備。如果喺中學時代嘅話呢，第一件事專心讀數學同物理。數學嘅意思呢係包括埋 M1 或者 M2， 反而唔使咁心急學電腦住，因為電腦嘅嘢呢係會變化莫測。你今年學完，下年就可能已經過咗時，要重新再學過。咁第二個原因呢，就係如果你成日掂電腦，包括手機嘅話呢，根本就專心唔到讀書。所以喺中學嘅時代，專心打好數學同物理，作為將來做程式員嘅基礎。咁但係呢，就有第二點嘅，你就唔好等到大學嘅時候先開始學寫程式。你都會學到嘅，但係呢，你成績就唔會係最好嗰批。雖然話大學你主修電腦嘅時候可以學到寫程式，但係你喺嗰陣先學嘅話呢，成績就唔會太好，冇可能攞到滿分。所以學寫程式呢，一定係入大學之前。咁你又話中學時候專心數學物理，但係入大學之前又要學寫程式，咁咪自相矛盾咯？唔係，你可以喺考完文憑試之後嗰個暑假2-3個月嘅期間，根據網上資源學到寫程式。只要你肯花時間，就絕對有足夠資源，無論係文字嘅資源啦，或者影片嘅資源。好啦，第三啦，咁喺嗰個暑假學寫程式，究竟應該學邊種程式語言呢？記住，就係學 C， 唔係 C++，而係 C。咁 C 嘅重要性呢，就係世間上主要嘅作業系統 OS 都係由 C 寫成。甚至呢，你將來如果要為 hardware 寫程式嘅話呢，都可以用到 C 嘅。學咗 C， 你之後需要學其他程式語言呢，就會容易好多。記住啦，係學 C， 唔係 C++。C++你應該當咗係完全另一種語言，將來有需要嘅時候先至再學 C++，都唔遲。